名叫陈世光，在成功园开杂货店，今年75岁。我的身体有手跟脚红红啦，又发痒啦，就是这样咯。后来那个阿金啊，他看到我这样啊，他讲我哪一种产品给你试试看，放在嘴巴还放在皮肤上，我就跟他买一瓶咯，来试看咯。哇，一天的好很多了啦。后来我就跟他再拿多一瓶咯，用到我是9月7日用的啦，用到9月23日啦，皮肤好很多了啦。现在很感谢他们的夫妇啦，就是青海夫妇咯，他介绍我用了很好了。所以现在呢，我要介绍给人了。我介绍他们呢，可以Metallico呢可以修复细胞什么咯，就是这样啦。现在我很感谢Metallico的产品咯，现在我还继续要用啦，用到身体好，全部好了。Metallico的产品帮到我，真的很好用。